又係諮詢奉告時間，今集我哋邀請到法務局嘅代表林強進先生上嚟節目㗎。林生你好。隨住近年經濟增長以及係市場上租金嘅升幅變化，咁加租嘅趨勢啦無可避免。無論住宅抑或係商鋪嘅租金都有所調升。不過，關於加租嘅問題，租賃雙方喺法律上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呢？有關加租方面咧，喺租約到期之後咧，業主當然可以調整租金啦。不過，如果喺租約生效期間嘅話咧，業主同埋租客咧，一般咧只可以按照協議嘅方式咧去調整租金嘅。例如話，業主同埋租客訂立租約嘅時候咧，雙方已經就加租問題咧係作出咗規定嘅。例如話，訂明幾時可以加租啦，加租加幾多等等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業主咧就可以按照租約入邊嘅規定咧去加租嘅。咁假如啦，雙方喺一開始訂立租約嘅時候並冇訂定任何加租嘅條款，業主又有冇辦法可以喺租約生效期間加租嘅呢？除咗頭先所講啦，喺租約入邊咧就加租問題事先訂明之外咧，業主咧亦都係透過事後嘅協議啦，即係取得租客嘅同意之下咧去加租嘅。不過啦，假如雙方唔可以達成協議嘅話咧，業主咧就唔可以喺租約嘅生效期間咧，為咗跟隨市場上嘅租金升幅啦，而單方面咧向租客加租嘅。咁講到加租啦，咁曾經聽過一個講法，就係業主每次加租嘅幅度啦，都係有上限㗎。咁例如唔可以超過20%等。咁法律上係咪真係有咁嘅規定嘅呢？其實係冇嘅。咁不論喺租約期間入邊去協議加租啦，又或者喺租約期滿之後咧去調整租金咧，法律咧都冇規定租金嘅最低同埋最高限額嘅。咁對於加租幅度嘅多少咧，係完全咧取決於雙方嘅共識啦，由業主同埋租客咧去自行可以協定嘅。咁另外啦，法律對於最初簽訂租約嘅時候嘅租金金額嘅多少咧，同樣咧都係冇規定最低啦，同埋最高限額啦。咁亦都係由雙方去協議去訂定嘅。好，唔該晒林生。今集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，再會。